景，圣人爱半日景，不惜混乱菜场。外面听了，圣人爱半日景，不惜混乱菜场。真穷请了，请了，好繁华的精神这个人来做什么？穷得这样也想来救情。什么？我么进来观光。喂，这里是相府天津泡酒招亲的所在，不是观光的地方。啊！今天我访友归来，路过此地，顺便进来观光，有何不可啊？哼！这里是相府千金泡酒招亲的所在，不是什么观光的地方。哎呦，碰到这个穷酸，倒霉，童言无忌。什么？把他后来快去！众位不要学我，小鸡等驴跑菜鱼来了。哎呀，
当机啊！楼上有人监视我让鱼当机，好气呀，好气！不免以此为例，凝视一岁，看他实习什么。欲当鸡毛手，红冠不乱尘，不仅能报效尽心思郎心是让人。员工，请派一秀子来补。哦，把一秀子小姐请你来补。怎么要喧哗，小姐吩咐王真公子参礼两旁。见过娘子相，在早起答对。小姐，小姐呀，你的主官在朝堂，有权有势有家当，要跑菜就跑进我，选一个富家公子做新郎。了解，我弓马引出武一将，在古当年出霸王，要跑车的跑进我，这一股该死英雄做新郎。看我来，看我来，小姐，小姐啊！天生标致好面貌，花为花美又会忙，要跑菜就跑进选一个风流人儿做新郎。小姐呀，锦绣文才不中长，立志辞官家邦，有98年没姻缘，第一个读书名利，相敬士兵做新郎。梅香小姐，他们只相一人，不知道文才如何。小姐有事一连，叫他们早与
心花应所富豪人。把三句请给师，否则不。风流精巧，美男子。哎呀，小姐对我有意思了。哎呀，小姐对我。妹妹还与你，此话不须外夫吹，留于尊公则贵人。此话不须外夫吹，留于尊公则贵人。哎呀，小姐，这前面是我王三公子所写，这白秀才所题。穷酸。员工小姐吩咐王生公子上去，但留下怕一些日。既是高大菜了，就应该跑到菜酒嘛。你叫我们上去是有道理。闲话，小姐的菜酒来了。将以手青马比水滚滚乱菜而上。哦，不要肚子，我们走吧。员工，请把一袖子到瓦。白袖子，小姐请你到瓦。今日正逢为文定，欲属于非此提出的理你，能尽此理来观光家用礼，人啊家义，红叶别人自为谁，怎能与抗？怎抗理？秀才，小姐请你到瓦呀。小姐，蒙真有礼了。对面死去，可是相公所？真是，是何写的？此话不须反复猜，累于孙公则归神。相公既在，故意菜酒相讨。小姐既然有意与小生结为心间之好，你修改什么？像小姐在楼上问话，小生在楼下答话，这一高临下，这一高临下么？此次相公少得我留下来了。
小姐梦真有礼了。相公，但不知你有何见教？小姐呀，像我爱中才留心得人情来很关键，这是我梦真家寒秘，会无尽我上啊小姐，想你身相女珍重定家心，小姐呀，还望三思平中。身
这几个。好，新姑爷小姐就要为夫来了，快拿到厅堂挂起来。夫人，女儿才留招亲之事办得怎样了？哦，听说选中了一位才艺高超的秀才。当真是啊。真是夫人教女有方哦。这是相爷的教诲之功。叩见相爷夫人。家园，才留招亲之事办得怎样了？哦，小姐出有四句，相爷请看。哦，我儿还出有四句么？是啊，一日计划旁流音，往来风田不能弃。吃得好，吃得好啊！哦，还有何事？做得今我上娇美，把三句风流君腔。相爷后面还有啊。此话不须盘夫财，留于孙公则归神。此话不须盘夫财，留于孙公则归神。家园，小姐的才求可曾当中赐神？真是当中赐神呐！真是当中赐神么？夫人，这是夫人教女有方哦。这是托相爷的洪福。启禀相爷夫人，小姐同新姑爷为夫来了。请姑爷小姐厅堂设坐。是。家园吩咐姑爷侍候。告召您哦。是。相爷吩咐，姑爷侍候，告召您哦。穷孙落魄样，怎能无家？
梁山鸡怎能配凤凰？想也不必怪女儿，只怪书生不思量。爹娘啊，书生也貌也才华，不要群众别恐慌。今日领子早上当，一代风尘的头像，就在地上，虽然离他一直的能做东梁。龙什么？龙牛吹箫迎凤凰，有神才得享高堂。家园哦，小人留下迎宾客，菜柳之上优美香。小姐才来出死去，好去现在是造郎弟弟。常言道，黑水不可用本量，为人岂能开毛香？沙里到今见良缘，必有此人看相当。儿媳她有媒夫很长，她一表人在有志向。他有志高盖登金榜，为吾落魄在他乡。太公地乱上吊来，孔子神差神力量，古人都有11日，他一日11有法相依。美小夫人，你这该死的丫头，相夫找公道，人我要想到，小姐你与少知道，你在菜楼真不上前去主刀。夫人喜怒由我讲，原是小弟是中山。啊，老什么？老他人。哼！并不来原是配鸳鸯，谁知他骑兵儿不难成长，那边马原是这边挂梅香，他丈夫这对公民不家庭，后代不能去轻放。
放心情，亲爹娘在听女儿讲。儿啦，你过来。儿啦，你一心要匹配这何事？莫非讨厌他缺的？不吞他去，讨厌他错，也不吞他错。你既不吞却错，吞他什么啊？母亲，女儿讨厌他，爱不文章。你是竟宰了他去，能把文章充饥？这不能充饥，能把文章御寒？不能御寒。不能充饥，不能御寒，你要文章无用啊！娘，我的儿啦，你要是宰了他去，难道你甘愿终身受苦？母亲，女儿绝不愿意。你真是不识好歹的蠢材哟！秀才，你在采楼之前，要死有死，要得有得，事情何不让人这上结局，一时才哟。这倒也是啊！老大人，有生吕蒙生有礼了。汉子又见什么礼？这就是老大人的不是了。人将礼义为先，是将花骨为源。开口汉子，闭口穷酸，有道是守富贵，隐护富贵；守贫贱，隐护贫贱。有生虽贫，贫而有之。老大人虽富，恰是富而不仁啊！我有哪些不成？你有三不仁。有三不仁：一不仁欺贫爱富，二不仁不信惠亲，三不仁无所事闻。一怕火焰，百人汉子，这会要生破杀。宽宏宰相，何须发怒生嗔？
你是人高才，难道这无错私说都被你托行了不成吗？托人无错私说，又生恰不肯言。这是多数人不言私说，难道见了老大人就是恭喜发财吗？好，老夫倒要彻尝一代就请此地。能猜猜一支丹桂，水滚高攀，浪滔滔三界龙门，不能不跳。这是一代原文凤凰飞去朝阳，凡鸟夜滚必翅。蛟龙飞得云雨，五子残气气生。堂堂相府真是无事，昂昂秀瑞真是万鸟。这是老飞的原文这相个相爷，看他出口成章，才华过人，不如就惩戒了他们吧。堂堂相国千金，岂能匹配混世？这就当中死而不冤。有我相爷，相爷，都是你管教的好女儿。哎呀，相爷呀！跪下啊，这，哎呀！家园有许分女也不良，与那混世所取财经，与我当大此去。慢，目真其为金破而来。臣子不识好歹的穷酸相爷。为母来太亏，你与我，怎么？你与我，弟弟儿啊，你我是轻松为父相劝的好啊。
言病休笑，夫休垮，虽是伤病救夫家。求来之人三有色，曾到哪股是福花？你真不知吾家反复你阳高愧死恩，抚养你18载，抚养你18载。好妇女怎分离，怎分离。你就真的了女儿啊！让我早在穷酸谈判不能。弟弟，这是弟弟你要所赐女儿。为不舍得追成恩。
小弟，听啊！哎呀，好险呐！叫我怎样上去呢？让我扶你过去吧。没有了，小弟走吧。哎呀，好险呐！小弟，你看啊，现在这是山坡啊！山坡！哎呀，我又怎样上去呢？让我一扶你过去吧。你在前面领路。哈哈。就红人情，既然红人情，哎呦，现在小弟，哦，是归去。夫君的家园
我多年同岁，全小姐莫心焦，我愿就是我家园，方小姐替人美，慢慢一步向前赶。因为秀才来相传，不与我心痛。这就是我亲手讨决意，在他回家去落园，终于苦涩我应承。我做童做官，小姐，这我们怎样？偏偏遇了我也小弟，你慢点走。那他千山万水路路远。小弟，你慢点走。小弟到了啊！到了呀，秀才啊，在哪里呀？就在这里呀。这里就是贵妇。很色，是什么贵妇啊？连房子都没有，是什么回事？这就是房子啊！哎呀，这是一个土墩墩，怎么是房子呢？这个土窑嘛，就是房子啊！你我小姐，小姐，你不要哭呀！你不要哭呀！哦，虽然我不哭，只是我这里没有房子啊。小姐不用烦恼，我们是四杀法界，把他高楼并立起，何曾没有房子啊？可是事情只在此地，岂不是凄凉？小姐，你看，此地是山花土香，莫扎动居，青山绿水，把鸟证明是热闹得很，不为凄凉的呀。门呢？门在哪里呀？这就是门啊！哎呀，这是一条破日子，怎么是门呢？这叫做园门。好一个园门！小姐别看门外之词啊，这门里面恰是别有一番风光哦。哦，里面外面有一番风光。是啊，是啊。那倒让我去看看这个风光来。哎呀，你怎么不对小心？空里哦。哦，那么让我先进去说与彩英小姐啊。
小弟，来呀！啊，嘿嘿，这是里门一路，进来可要抵对哟。来，当心！哎，哈哈。先生啊，我进来了吗？进来了，进来了。可以抬起来了吗？可以了，可以了。哎呀，不对，房子倒下来了呀，房子倒下来了啊！小弟呀，这房子是用火烧炼过的，坚固得很，不会倒的哦。哎呀，这房子倒烧得好巧啊！没有梁，没有石，没有水，也没有瓦，真像一扎谷子。哎，分明是房子，怎么说是谷子呢？小弟呀，这房子可有个药啊，什么药？叫做安乐苦。安乐苦。其不闻君子食无女宝，居无女恩。我在此地是安儿居之，岂非叫做安乐苦？好一个安乐苦啊！现在大厅在哪里？大厅，此地呀。指望在哪里？指望也是此地呀。现在我有你的我王爷在哪里呢？我王嘛也是此地嘛。哎呀，现在我看你呀，真是又好气又好笑。小弟笑我什么？那大厅在此里，指望在此里，现在的我王又在此里。地方只有这样大小，才能都在此地了。哎呀呀呀，那真是巧极了。巧是什么？喏，巧得我的娘没有见我家长，要是有，现在你是往哪里去放我？小姐没有嫁妆，小生没有厅堂，真是巧合，不必取笑。现在动用的家具在哪里？动用的家具，这要定要有的都是呀。那那大娘我去看看。哎呀，家具是为何用看的？不要看了。哎，看的好。看。现在这两块石头凶得蛮狠，这是什么呀？这是枣啊，枣。什么枣？叫做原仙枣。好一个原仙枣！哎呀，现在这个土不豆有什么用处啊？当心啊！这是谷子啊，谷子这样小，够谁吃完呢？我一个人吃也是够了。哎，使劲！哎呀，使劲你我是两股神了呀！啊，我梦真一时家口真多，这边时候是好呢。这。哦，小弟，我有个办法了。哦，什么办法？我们一人去玩，一人在做。那岂不是累苦了我？小姐不用撒娇，待我明天去买个大的。买个这样大的，也就给你我二人用了嘛。那就好了。现在，这些杂草又有什么用处啊？这是锁啊，锁什么锁？叫做养人锁。人家只有短着金着，
从来不曾看见过这种草肉。现在我为洋人说，此草生在山上，睡了可以养人，因此叫做养人所啊。洋人说，我们小姐说呀，这就是我夜里睡的上铺啊！啊，是你睡的上铺？哎，现在，那么你们也在这上边睡呀？啊，我也在上面睡。睡在上边，可是暖我的很哦。我本是相逢千金玉，登上在就为金碧暖国中。难忘小姐的我心里从现在你有朝思远志，必得长远归。哎呀，小姐好过才对呀！多谢小姐金口玉言，小姐在上，随我蒙真一拜呀！不拜也罢。哎呀，这样好的彩礼怎能不拜呀？一定要拜！我要拜了，随我一拜要拜了。小姐，你怎么了？现在我了。哦，你在哪里？我们可仔细闯击呀！有在哪里？在这里，在这。小姐，你听，木兰日的钟声响了，我去观战，少给你带饭回来呀！啊，现在是距离木兰日路途可远。不远不远，你赶去不会落空吗？不会，他们是先民众后吃饭，听见钟声真是时候，小姐启放宽心，稍日我给你带把米饭回来呀！啊，现在你要早些回来呀！小姐放心，我去就来，去就来。现在啊，小弟，你可不能出来呀！怎么？要等3早以后才能出来哟。我晓得。
年冬穿戴衣，是这万姓之苦必容易，见贫胸中有志气。我愿要那两红满光举恩相亲，那并肩夫妻要为难相依，母亲在大京做衙门，专守清明，不知痛阿姨。吾让吃了家，身上披袈裟，命中吃早饭，眼睛独生呀。哎，是的呀。师兄，那吕蒙正天天来吃早饭，看他那个穷酸的样子啊，真正有些可恶。哎，是的呀，我们今天来想个办法。师兄，哎，你有什么妙计啊？哎，带我想来，带我想来。哎，是的，我们今天来先吃饭，后命中等他来时一上空。妙计，妙计，妙计，妙计！哎，那你快去吩咐沙湾的武让，从今天起就是先吃饭后命中。好吧，好吧，好吧。里边稍晚个和尚听着，从今天起，我们是先吃饭后命中。好个好个，你们快来吃饭吧！哎，好好好。哎，师兄，吃饭，好起来！
这磨难日内终身想，欲空推在干波长，几乎来到山门前。必定心无往人将阎王，莫非我来日一幕关不真，有之间当其当把后想啊，当七师兄，当八师兄，有理了。这两个和尚不理睬我，看着一本火烧的红红的，却被他们扒准了。师弟呀，是你的衣服烧了哦！师兄，是你的烧了，你的烧了，我的烧了。烤火啊！师弟，来，师弟呀，忘了啊？怎么忘了啊？他用了这股气，把我们轰开，他到烤气锅，把往后来了。哦。哎呀，你看，哎，他的烤起2米往来着。哎呀，师弟啊，我们来击上加急。师兄，你外语怎么不要讲？老爷来了！哎呀，师兄，哪里不必客气，来，听说啊。师弟啊，吕老爷来了好久，给吕老爷倒杯茶来呀！不必了，倒茶不必。吕老爷，吕老爷来，请用茶。哎呀，你看，哎呀，你这个人啊，真笨，一本书给破碎了。哎呀，不晓得是谁把谁带了进来，我一望，跌了一个。不要紧，送信烧一本就是了啊！送信烧一本，对，师弟啊，送信烧一本啊！哎，早头里没有火了没有火了。哎呀，没有火了，那就不烤了啊！不烤。你们不能吗？我们不能，你能不能啊？我也不能啊。好，那么大家不烤。二位师兄，你们的年日都办完了吗？有什么要写的，我来帮你们写吧。没有什么好写了啊。对字呢？写好了吗？那么诏书呢？也写好了，
今天，今天过了嘛，就是明天嘛啊，就是明天嘛。哎呀，李老爷，李老爷今天没有什么事好做了。哎，那李老爷，李老爷啊，我这里啊有只木鱼，请李老爷再上几句诗。莫与本日莫雕成哦，浑身金甲放光明。不错，不错，不错。每日佛堂生巧当，巧巧当当文光阴。师弟啊，我们又被他挖空了啊！他是我们在文光阴啊！什么意思啊？你是李老爷，这前面两句很好，这后面两句，我来帮你改一改。你往为改嘛？哎呀，李老爷上到这里来，我们也就也为了几句啊。但不知是何改法。擦黑，你笑些什么？叫你忘把事情啊带，恰原来是故此爱来途的顺序呀对。过去功名只在朝前，问的是进宫和美配成天，不欠3万新郎，干坤这里的女老爷有一位故人，你可知？你这出来就来给我们听啊！那恩心也人胯下随着来。师兄啊，你听他这讲起好话来了啊！是我们啊，讲事嘞。哎呀，师弟呀，他是这狠心神经受着胯下，不是事呀啊！侬倒想当起事来，笨蛋！师兄啊，他手上不走，你可怎么办？不走啊！李老爷，方才我们冲口而出，方李老爷不必介意，不必介意，没有什么。师弟啊，给吕老爷拜菜啊！拜菜啊！吕老爷，早晚一日不容，请吕老爷到山门外看看很好儿家，还得请吕老爷儿媳妇过年的对子啊！哦，要媳妇过年的对子，媳妇对子，别你不要忘了，别你喏，哎呀，没有比你这么细呢。吕老爷请啊，请啊，师兄听，吕老爷请，是有偏了。吕老爷，你看这真相，说得可威你呀！那，媳妇什么样的对子才好啊？总要媳妇很好的，才能对得起你们。阿弥陀佛。师兄，哎呀，这和尚怎么进去了？师兄，
不金币。指定是他们有一天170000而命中，梦之来世一场空。这两股头驴哭哦呀哭哦，这可以我起叫我事后晓得，不明待我第41岁笑笑我心头之气。石头对在九度空，恼闻脱驴反回中。门都关了哦。陈出驴是端江人气，天无临财是非议，170000后民众为我几人立下江人气。不得志，再不到真3日里。
难熬，真把满腹云彩抛，风息满天，洋洋小道路难行。但只见暖中女子泪汪相交，黄尘寂寞有人道，只叫人飞这窑门之外，唯我有这暖中女子。哦，是了，像是他爹娘见天气寒冷，才人将他即为夫去了。唉，小姐呀，小姐，你要委屈吗？等我回来也不是。哎，不为呀，像我小姐只因不容父命，才被官车相助，焉能为妻？为妻？乃是相夫之女，千金之体，也能上义受此贫苦。这暖中女子吗？不必。急急忙忙为要走。上联去惊风，有空惊动他暖苦梦。想当初他不言我贫穷，在我来日很要做，叫我个数量。但也难过说，莫非他三心今日变，难为心难受几何懂小弟小弟，我梦真穷则穷在东，但真成难眼盼龙，金榜题名天下闻，到那日我对待菩萨身穿红袍，坐等朝选，我要问虐待，我要拜拜拜拜，要出当元公
天啊天！你吹风就不要下水，既下水又何必吹风？像我今天关在没有关上，反倒受了一顿气了，身上衣服又被风雪挡上。我在路上拾得几根芦菜，不免将它点起火来，也好将我一毛红滚呐。君子不得志，反被小人欺。哈哈哈！满到小人欺呀，吹胡都要写，何写我就不考。真是晦气！这落在落地，家人一个十倒引动我吕老爷的私心来了啊！这都对在九度空，开口对在，闭口对在，难道我吕老爷离了你这么烂日子，我不成了吗？头在。这道之门就不开，门头些话转归来，束手难解几何动，吹拥相对，这个不好，吹拥相对甚难向我腹中空空是也，还在推敲什么是也哦？落落几浪心欢欢，狂风踏西似剑穿，这路子门就不开，满头的黄还要转，是这等杀我迷人风水归，真归他相来缘，梦真空有世俗归呀，有空交替难报喜。
我来问你，这是什么东西呀？什么的陆军呐？陆军。哎呀，这陆军乃是下棋之物，怎能盖在我们读书人的身上？真正有错之分。夫人，前面就是小姐的婚要了。到了，快快扶我出轿啊！我要在哪里？我要在哪里呀？夫人，这里就是小姐的婚要啊！我的女儿竟住在这种地方。梅香，夫人，快去吩咐他们把两顶轿子远远施儿。夫人，少日劝得小姐回去，如今上轿岂不方便？你不知小姐的身心俱强，言语尚且出完不得，稍被她困到这两顶轿子更难应付。快去吩咐他们。啊，夫人吩咐，叫你们远处是。梅香，快去通禀小姐，是母亲日困她来了。啊，梅香，不要多言。梅香知道。小姐，夫人，小姐她不在窑内。啊，不在窑内？哎呀，梅香，你快扶我到那边去找找看。女儿，小姐，女儿，小姐。可知道我父他是有子有人，他定有苦尽回来之时，你想我做什么啊？你莫非是报喜？
一早把喜报送，眼见得红日里满枝红，那桃花浪漫雨花龙，为何比肩迎新红领生怀念千文梦儿啊，你叫为娘好等我。我的儿，你在哪里呢？女儿，你在哪里哟？在这里。小心他回来了。回来了。梅香，女儿，女儿，女儿。我的儿啊，你好吗？你好吗？母亲，你儿子好的。哦，母亲，请坐。娘，你好吗？娘是好的，这是少姑女儿在身边哦。儿啊，秀才赶考去了。是啊，他赶考去了。母亲，老米山路旁人来到问要，女儿实在是不孝。为娘知你惊慌不忍可语，心中想念故来望你。啊，母亲，女儿的日子其实是过得还好。母亲，你不用挂心。哎呀！眼看这个样子，他还是好呢。哎呦，儿啊，这个地方亏你知的哟。怎么过？实是缺少了女千金啊！母亲，你儿子在这个地方在好呢。啊，他呀有个药，什么药？他叫爱乐苦。爱乐苦。看起我不得了，四面是别无公道，请问大雨不回来，风暴到来不动摇，公卿中来才怀门女儿我。
家中象牙上须真金币，红路必若不必呀用，你的鸳鸯之功命为难富贵是有相公。闺女是得策哦，娘儿啦，那你的三餐做完了？母亲，你儿子今切的是把米，把米在哪里呀？在米灯里。米灯里，梅姐啊，我们怎么就没有看见米灯啊？是啊，小姐的家事都在这里，就是没有见过米的。米灯在哪里？在元仙灶里。元仙灶里。母亲，女儿是新切的比把米更可口的东西。什么更可口的东西？那就是叶仙。叶仙，叶仙生在山坡上，日光照线玉露阳。玉露清香，滋味美，其名就叫翡翠缸。翡翠缸，哎呦，梅姐啊，夫人，什么稀奇古怪的菜呀？不用说是全球的听都没有听见过。母亲，杀死此缸真是奇味无穷，美不胜言。吃了它，能延年益寿，精神受口，儿聪莫名，手轻足健呐。有这样大的好处，儿啦，那你赶快去追我来，就为娘上上。夫人，这就是比罗清香的翡翠缸。儿啦，秀才赶考去了，你做结婚要起步什么？母亲，这里赛花图像把鸟证明，万岁是你闹的呀！这种地方万事是你闹，我的儿啦，你躺着寂寞，我不愿为娘去做博一事啊！女儿娘与母亲做博。这是娘的孝顺女儿，去哪里去啊？你是要为年老们对为娘出去看看啊？既然母亲要到郊外去看看，带女儿父母亲出去。好，儿啦。天气好，母亲，要内要外，运气一样的好。你还是要外年老嘞，眼看前
有礼。母亲，这里神圣稀少，荒草恰有许多。母亲，你来看呐！接着接碗，接着汤，想着你饥饿无人真恩的当，娘在家一翁早晚天中郎，想着你身上有味添衣裳，娘心心挂念难杀儿啊儿啊，那
啊娘啊娘，女儿真成杀亲娘啊，独自为弟弟他心情意，我深深插在母女分两旁，女儿已发下红丝女爱我父不把计就不为门娘啊娘啊并非女儿心上我切了钩子把死吧娘啊娘啊，你要争一口人，深争一口气啊，深争一口气啊娘啊娘，要争深争啊气，恳求娘亲人言，儿子将儿夫他今可亏呀去，就得功名大人金榜来登梦中转老娘见亲娘儿啦，话虽不错，知他何时得中哦？母亲。像蒙真他是不亚多才，此去奉用机会，他定不会远的。当真，女儿是深信不疑，我儿竟深信无疑的了。啊，母亲，到那时间，女儿女婿上永归，岂不是比女儿今日委屈的更好嘛？女儿女婿上永归，是人比今日委屈要好啊！是此女儿多谢母亲。你谢我什么啊？咦，我谢母亲留下女儿上永归之恩呐！哎呦，你呀，你好一张理嘴哟！夫人，困天色不早，相爷就要为父，我们回去吧。啊，儿啦，你是真意不跟为娘委屈的了。母亲，来日方长，不必急于一日你。好，既如此，
为娘也值得承载你的志向，但愿梦真早日告终，为娘我要委屈了。女儿送母亲。哎呀呀，哦，儿啦，这股精彩，你还是留着用吧。多谢母亲。儿啦，得为娘再看看你呀，娘，你不要哭，你不要哭，不哭，回去吧，回去吧。就在这里啊！好。哟，原来是破药啊！哦，你请少爷待我起兵消息，再来相婚啊！好。小妻哪里？小妻哪里？老员工，到此何事？这里道喜来了。哎，玩到什么戏？李姑爷告从了啊！啊，李姑爷告从了。怎么？他告疯了！这里送官告来了。你在哪里？你在外面。是此缘故。有。命他觐见。小姐，请你进去啊。好。这就是夫人啊，向夫人讨喜呀！罢了，你是从京城来的？是。奉何人所差？奉上元素差来送官告的，可有家书？启禀夫人，上元公复印为抗，不及修饰，也有宫花呈上。
也真人心碎，永长兄。在彩楼清醒，将他献，我是立志不移，在回窑中。埋伏金手，他金用功，到如今他是马前不堂。情有用，岂知道秀才妇，他竟盘龙。状元几日归来？即刻归来。是只将官告放下，为兵长远去吧。是。这是小计而且你的啊，多谢父臣。小计啊，员公，你怎为与茶药到此？朕老夫人思念小计，养病莫难事。问过了老爷，请小计过去相见。我在中都普及彩月，因他不是小计的日子，故而们领他来了。赵员公，你去为禀老夫人，是小计要和长远归来，弄到我来日拜见夫人所去。是。我一心在关师兄梦中告诉了，他当我文林飞就下，兄弟的把他得来了，不该白玉把中挑，把中挑。这件事情不得了，眼看我们要糟糕。蒋王司机他亲手写，可见一定不肯饶，不肯饶。
你他看见更起呢？我去那个必杀招，必杀招，哎，必杀招，哎，必杀招。哎呀！快那个板凳地里高，地里呀高啊！哎，地里高，地里高，跑！上元公罢了，后日相宜配有40名蔡岳，良臣千杀大将，迎接上元，上元夫人国父安生。本府知法为人，迎接夫人，3日之后立即为京，不必了。小姐，老员工，你去为兵相依。回去吧。是。师兄，当瓜师兄，方才在山门之外做些什么？我们这，哎呀，启禀上元公，上元公已经在汾阳之上地有失据，我们为防风吹雨打，龙上必杀，让来往的官员看见了，也好替我们莫来日，真正光彩，真正光彩，真正光彩。此举尚未敌完，困必念是。这是。
遂在九渡空恼恨托履犯罪中，待我所让两句。